闽南语连续剧《石磨心》。繁华的都市，夜晚灯闪烁，就场的音乐响起阮的身边。虚情点胭脂，假爱孤孤甜，只有寂寞无看见。一蕊红玫瑰，一杯威士忌，手场的虚华围伫阮的身边。明知是虚伪。不愿来离开，因为孤单愈想着你。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，无药通医。不知影思念你原来是一种滋味。酒啉好醉，饮予伊时时昏昏去。我烦恼秀英吼会变作不好囝。但你后爸讲是咧讲啥啦？你就通讲咱秀英遐尼啊乖，伊免有可能讲变成一个不好囝。迄足歹讲的咯。我拄则吼看报纸，看到一条新闻哦，讲吼有一对吼50几岁翁仔某啦，刚刚生一个查某囝尔，吼。自细汉哦，大家疼命命，欠长内度哦，苦心甲栽培啊。为小学到大学，拢甲请老师补习呢。这查某囡仔吼，嘛无互因这爸母失望啊。大学毕业吼，佮考到留学，伫美国吼，佮读到博士呢。你讲读到博士，就会变成不老囝？我还未讲完呢啦，一对翁仔某吼。看到因安尼辛辛苦苦栽培查某囝吼，变作博士啊，就欢喜甲世界迄共颠簸啦。讲因查某囝吼，偌尼啊有才情啊。也毋过吼，因这查某囝无偌久就结婚啊呢。查某囝结婚，这嘛是正常的代志啊。毋那是正常哦，而且吼是真公平的代志哦。这查某囝吼嘛嫁互一个博士呢。安尼哦，这对老翁仔某实在是真有福气。安尼即马一个厝内面，毋煞变两个博士。博哪里博咧？一点仔人情世事都毋捌啊！一对翁仔某吼，咱欢欢喜喜去美国，看伊这新婚的囝婿甲查某囝。有啦，拄啊开始的时候，这两个逝世吼，是有陪这老大人吼去世界游览。讲一礼拜了后吼，倒来这囝婿的厝，这囝婿吼，讲送这老大人一张孝单呢。吼，两个翁仔某看到迄孝单吼，气甲差一点昏昏倒。囝婿规定讲，去游览的钱讲逐个公家出啊。后摆吼住伫迄囝婿的厝，搁要落厝税，食饭吼，搁要另外付钱啦。哪会安尼？一对翁仔某吼，实在是有够可怜啊！一个转来吼，赢到破病去啊！你啊，放心啦，咱秀英啊，绝对毋是迄款人。我知啦，秀英吼应该是袂安尼啦。对个，你有影讲得对呢。你看迄柳丁甲阿玉啊，即摆两个搁客做伙，你夹按摩啦。因哦，本来就是安尼。哎呦，柳丁的啊！你是咧做工课还是咧拄久啦？咧做工课啦。哦，我就是安尼夹按摩。你唔知影，迄了目神哦，足凄惨的呢。我就是安尼夹啊夹哦，夹啊差一点仔困去啦。你哦，这个歹习惯哦，较改都改袂掉。当我有啥物歹习惯呢？我都参这只同款哦。我参这只鸭同款。对啊，死鸭硬喙皮啦，明明都困去啊，佮讲差一点仔困去，
你若爱困哦，就去遐小可眠一下啦。安尼歹势啦，把规个工课安尼放互你，办不了哦，你的手安尼伤出力哦，出力到怎啊落掉，安尼阮会唔甘呢？骗笑的死无啦！迄夹阿嬷夹甲手落掉。你若要讲好听话吼，嘛讲较差不多的，莫安尼黑白讲。哎，我听着吼，就要起价无赔。我来接啦。喂，柳丁阿嬷专家你好，嘿，要送面哦。你自己吼爱甲我讲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夹笔。好，来，35好。我等下随甲你送过啊。多谢你哈。要送面哦？嘿，啊是要送几碗面啊？一碗。一碗？对啊。啊要送几倒啊？听迄个地址吼，差不多4、5条街路远尔啦。哎呦，柳丁的啊，你迄戆头脑嘛小可想一下，一碗面才30块尔，你送4、5条街路遐尔好，连行路工都无够，这款生意你也要做啊？玉啊，你袂当安尼想啦。咱即摆是做食的生意，当然啦，咱来培养互人客好喙斗啊，对无？即摆虽然甲他送一碗，但是人客若食了会煞嘴，无定着摆送5碗、10碗，拢冇可能，你讲对无？对，真对。你若食饱伤用，就去送，看要用到踮厝咧拄久啦。准名头家娘。李白，你丁诶，我开啊！啊，是你叫咪哦？系啊，啊，我啥去听袂出来哦？我毋捌接过你的电话，我哪听会出来啦？你若爱食面，他会毋来店面食啦？迄店面吼食安尼烧较好咧。哎，他若知影公司无闲，我行袂开心啊。哦。阿妹要陪我无？对，歹势，讲甲你讲话讲，袂记讲我是来送面的啦，是要放迄段？放遐就好啦。放遮吼。来，歹势。我贵啊，这碗面哦，算我请你啦，免钱啦。歹势呢？袂啦，你做你聊食啦吼，我等下吼，才来想我吼。哎呦，你走来走囡仔汤啦，无你多小坐者，我面食完，你汤啊收倒转去啊。好啦，安尼嘛好啦。我贵个，你这办公室真有气派哦。叶丁诶，哎，你捌坐过总经理的位无？我我毋捌坐过啦，但阮在做小生意的，他有资格通去坐迄啦。叶丁诶，啊，只要你有心嘛，你一定会当做总经理。要试看卖无？去试看卖。是啊。歹势啦。哎呦，哪有要紧啦？试看卖。真的哦。好啊，我试看卖。这刀啊有够大。我真有总经理的派头哦。有影啦，你爱讲笑。刘丁诶，你有忙无？你是讲我有咧迷茫无？有啊，我暗时啊吼，拢足够迷茫的呢。有当时迄梦吼，足深刻的；有当时佫足惊人的呢。我毋是讲迄种梦啦，我是讲你这世人对你的事业、对你的爱情，还是讲你的人生，有啥物期待，有啥物梦无？这哦，那你讲迄个爱情迄吼，这我是毋敢想象啦。但阮迄个老茶伯，迄大臭桶咧，我惊嘛惊死。若讲迄个事业吼，我是有咧想啦。我想讲吼，以后我若有足侪钱，我就要开一间迄个大餐厅哦，请足侪员工，来甲我斗骹手。食免咧啊，逐日斗我咧卖面啊，万项代志拢爱家己做啦。你这个梦，我愿意帮助你完成哦。我贵啊，你是讲
你要出钱，我来开餐厅。钱我是摕会出来啦，不过来看着表现啊。我的表现，我是要表现啥啦？哎呦，当这叫我是要安怎讲啦？当你是查甫人呢，你家己爱有拍算啊。啊，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。咱再小坐一下吼。哦，好啊好啊，来，坐休困来嘛好。哎，阿婆，想袂到吼，你看无？啊来这公园行行的吼，心情嘛会这么欢喜呢。素贞啊，我实足感谢你了，你安尼当带我出来外面行行的哦。大部分的人拢也认为讲青美人哦，啥物嘛无看的。其实哦，我这个脚若踏落去草坡啊吼，啊闻落去树叶的味甲花香的味啊，是甲这目金的人享受是拢同款了。阿婆，啊你叫我穿秀英的衫，啊无甲阿伯阿姆因讲，唔知骂我无？不会啦，不会啦，我敢有同意啊，伊唔敢骂你啦。阿雄，素贞啊，衫穿了敢有下输呢？较大领呢，我是会穿的啦。阿婆，你遮尔疼惜我，实在是真多谢你呢。哎呦，但你莫安尼讲啦，是你得人疼啦。等你来阮兜了后吼，也捌看你安捌用过啊。那么就安尼扫涂骹啦、洗衫啦，啊，那么就泡茶煮饭啦，你是足骨力的了，实是真可处啦。是阿婆，你无气嫌啦。阿婆，你也要叫我做啥吼？请你就唔通客气呢，尽量吩咐我来做哦。你若会当安尼三不五时啊，哦，带我出来行行呀，我就足欢喜啊了。阿婆，你先坐者吼，我来便说一下。哦，好啊好啊，你紧去，哦，你紧去啦。哦，真衰，叫头的电到规身躯全内伤，哦，手断到残忍。阿兄啊，我看这款头路咱莫搁食啦。莫食这款头路，闹好的头路，谁要做这个石头啊？啊，拢嘛是你，无食阮是会死哦。为着要买薰，啊，差几步路尔，迄个查某走去。你莫久少避无尾啦，是你家己爱食平衡新路车，才互伊走去的啊。好啊好啊好啊，咱来试去找看卖啊！紧来紧来紧。好啦。阿婆，咱先来转啦。但是安怎咱就喊你赶紧要转来去啦。无啥物代志啦，是惊吼出来太久吼唔好啦，咱先来转啦，另甲我带你出来好不好？好啦好啦，无来转嘛好。哎。哎呀兄，咱等下离去哦，讲话较细腻哦。伊若搁不菜刀，咱就麻烦啊啦。我知影，我当时头壳控骨你个。头家你，创啥？是要过来找人的是无？是啦是啦是啦。哎，唔是啊唔是啊。到底是是还是唔是啦？若是吼，就请你跟我出去啦。唔是啦，头家娘，阮是捌倒药，专工来食面的啦。一人一碗。当然嘛，一人一碗，唔敢会叫10碗，也毋是毋捌食过面啊。我煮的面吼是跟别人无同款啦。我煮的面吼加偌好食，你若无介意吼，伊这款人客我若无咧稀罕啦。啊无你这查某是咧讲话啊讲话啊？安怎？又要搁讲你是倒一家时啊？哎，头家娘，你莫误会啦。啊，阮哦是专工来食你煮的面啦，拜托，甲阮煮2碗啦。你这个少年吼，我看到较有礼貌啦。好啦，遐坐啦。啊，面煮过坐这种啊？这是要怎啊？钱先客来啊！啊面都还未食就要提钱，这什么规矩？上新的规矩啦，啊是袂安啦。小等下，小等下，较紧的，较紧的啦。啊，10块啦。小等下，面水来啊。推个，迄2个保镖哦，伫阿娇遐呢。要安怎？
无啦，坐倒遐哦，敢若是等食面的款啦。啊，无安怎对啦，莫插面啦。你来啊啦！高家娘啊，咱来请问一件代志吼。问啥啦？昨你有看到一个查某的吼，安尼人生咧水水啊，闪闪啊，落落啊，人生这水水，嘿嘿，闪闪啦，落落啊！你是咧讲我？唔是啦，头家娘，你几岁啊？无偌济啦，50外年啦。毋是你啦，阮咧找迄个查某，差不多20几岁啊尔啦。是安尼哦？嘿啦，你找要创啊？这但是是安尼啦，头家娘，就是伊的未婚妻哦，逃走去啦，阮哦是要甲伊找回来啦。找袂转来啦。你哪会知影找袂转啊？敢讲你知影伊秘伫倒呀？敢若看你这个面相哦，就知你未婚妻走去哦，袂转来啦。我若牵你结婚哦，半暝起来敢看你这个面，惊就惊死。你小狗有我讲这样。哎呀，你安怎？来走。阿球啊，拄则迄人摕啥人甲你转倒啊啦？无安怎啦？伊就讲伊要来找因未婚妻啦。我就讲伊面相伤歹看，所以未婚妻走去袂搁转来，伊就甲我变面啊。哎，阿瑶啊，你要来嫌人客讲面相歹看？无啦，推哥啊，我是堪你滚笑的尔啦。咱做生意人哦，尽量较莫教人客安尼耍笑的啦，啊无要紧啦吼。无啦，无代志啦。无代志就好啊。嘿啦嘿啦。当着鬼搞款，够衰。你是咧讲啥物代志咧说啊？讲你啦，送一碗面出去，送遮久也毋转来，还是倒去做风骚啦？有啦，我才有去倒风骚咧。做代志吼，骹手遮尔慢，我看是一世人拢无出头。吼，无得空咯。唉，无定着倒一工哦，我会做迄个大餐厅的总经理。你哦，较卖面盲的啦，我看是较早困较有面啦。等别人对待你，就亲像你对我，爱着才知影疼。啊，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。女爷啊，阿母，推爷啊，当你拢转来吼，我咧等你呢。阿母啊，安尼看你安尼笑眯眯，是有啥物好代志是？推爷啊，锁定这查某囡仔吼，你有介意无？母啊，你是想要讲啥？这个锁定哦，生做安尼真乖了，讲话是轻声细碎啦。我是咧想讲吼，伊若会当叫咱来宝啊吼，感觉足适合的了。女爷啊，你看安尼好无？哎，当恁两个哪会拢无爱讲话啦？你若是无意见哦，就表示同意哦。女爷啊，我看安尼啦，赶紧找一个算命仙啊，算一个好的日子，通互因紧结婚啦。阿母啊，这唔好啦。啊是安那唔好，敢讲你无介意锁定迄哦？我介意哪有啥物路用？问题是看来宝也有介意。对啦，嘛要看人锁定有这个意愿无？哦，锁定这查某囡仔真听我的话啦，这是无问题啦。啊是讲女的啊，咱来宝啊，伊一向嘛真听你的话啊。你若讲好吼，伊唔敢反对啦。阿母啊，因这少年人的婚事哦，咱袂用凊彩就替做决定啦。哎，是安那袂用的啦。当初你要娶阮阿女的时阵，敢是恁老母家己做决定的啊？啊，当恁翁某吼做几十年啊，嘛是过啊真幸福啊。我看做遐决定好啦。阿母啊，这代志吼，莫着急啊。我看吼，要是先来问来宝意见，才搁讲好啦。哎呀，你就算讲哦，来宝有介意这桩婚事啦，人锁定啊，对方嘛有时段啊，咱嘛都要征求人对方的同意啊。阿母，我看这桩代志哦，暂时莫搁讲啦。好啦好啦，莫讲就莫讲啦，我就知啦。伫咧这厝内吼，我这老大人啦，已经互看无够重啊啦。我咧讲话啊，甲我当作干咧放屁咧。唉，后
摆我婴仔事歪插啊啦，真可惜啊！我手头无钱啊，伊若无哦，我早就搬来老人院住啦，免咧互恁气嫌。阿母啊，你是咧讲啥啦？我甲无对哪有看你无够重啊？你爱去住老人院先。好啦，无钱吼，我去借钱互你去啦。阿蕊啊，我是咧甲你讲算笑了，啊，你才是要甲我送去哦。无啦，母啊，阿蕊也教你是咧讲耍笑的啦。蕊啊，讲遮会讲，阿母啊，拄则提起一丛婚事，我感觉这意见也是袂歹啦，啊无加一丛啊，咱才好啊来参详看卖。好啦。阿伯阿母，你拢回来啊？暗顿煮好啊？阿伯，要食未？哦，好哦好哦。对啦，蕊的啊，内部阿公哦，伊下晡要过用找头路了。找头路，那就要找去遐尔远的所在啦。阿母，内婆讲吼，高雄的大工厂较济啊，啊吼就业的机会嘛较济啦。阿爸，啊，今仔日是发生啥物代志啦？阿母吼，敢若面变变呢？啊，你也看得出来，煞看袂出来。啊，我甲你讲，这几工吼，我真正足歹过日的。恁母啊，毋是敢若迄个面乌文大母啊，伊迄大脑壳空搞安尼化起化去，哇，一下头壳冒咧烧啊，叫要袂喘气啊呢。啊袂喘气，袂喘气毋着断气啊！大人大种啊，一日到晚着定定讲一寡五四三的毋正话。